收听11月22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马太福音22章，天国有意见，使人惊奇。然后呢，我们昨天有说到，意见跟我们平常说的意思的那个意见不太一样。意见指的是在一个群体中拥有与多数意见相左的少数人想法。我们昨天有讲到一个例子，就讲到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他在当时声称地球是圆的，这在当时的人来说不只是一个笑话，更是觉得他非常有可能是异教徒才提出这么荒谬的想法。然而几千年后，我们都知道地球是圆的。不过来到今天的时候，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牧师，我平常就跟大部分的人意见不一样，那我是有这个异象的见解吗？还是我只是跟大家不一样而已？其实我们都知道人很有限，我在这里说的意见更多的是天国的意见。那个天国的意见就是在永恒中不改变的见解。或许对现在的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不一定看得见，然而我们却因着耶稣的教导，我们可以与这个永恒的真理来会遇，透过我们生命经历耶稣带下天国，我们相信这件事，我们活在这里面，我们实践天国的法则，就好像之前一开始马太福音所说到的8福，我们活出天国的法则，我们就在这当中有这样的意见，是从天国来的意象，是更大更广更深的见解，而这一切都从我们耶稣的话来的，这让人感受到惊奇。然而惊奇又怎么样？惊奇然后呢？今天的经文透过他们挑战耶稣的权柄，最后大家感受到的是惊奇，觉得耶稣好智慧，觉得我们辩不倒耶稣，甚至觉得天哪，一定要杀死这个人，让他继续讲话下去还得了啊？所以今天的主题说使人惊奇，然后呢？耶稣他的回应在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22章37节说，耶稣说你要全心全情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这也是他被挑战摩西的律法哪一条是最重要的时候，耶稣回答，也在回答今天我们不仅是经历神迹奇事，我们还要预备自己成为那个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们要预备自己在全心全情全意都不断的在练习，不断的在操练，不断的在经历爱主，以及经历被我们的上帝所爱。他爱我们是完全的，然而因着我们的不明白，我们的不知道，甚至我们的没有经历，我们当然无法惊奇，甚至我们惊奇之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在这一条路上，这一条天国已然实现但还没有完全实现的路上，透过今天耶稣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学习。一开始就讲到一个喜宴的比喻，但不同于这路加福音，这里在讲到不是一个主人在邀请客人哦，而是一个国王他在办婚宴哦。所以一开始可以去的人可谓是有头有脸有身份有地位有钱财的人，简单讲是有资格的人。然后他们不愿意去，甚至不愿意到一个程度是连国王派仆人去的时候还要被他们侮辱跟杀害，这么严重的事。以当时的罗马帝国来说，我们之前有讲过，身份地位要相符的人，彼此能够互利共生的人才能够坐在一起吃饭。然而有这样的场子，这个国王是国王他们却不愿意坐在这里面。所以最后的结束，这些原来有资格的，因着国王大为震怒，派兵去除灭那些凶徒，烧毁他们的城市。然后国王继续做一件事情，他邀请那些原来不配的人来参加，于是大家都被邀请了，无论好坏都来了。然而不配的人，他来到这个可能过于他身份地位可以来的宴席，在这当中有人没有穿
喜宴的礼服。于是这个国王就问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个人一言不答，因为他没有预备，因为他没有谨慎，因为他没有想到我要活出那个与福音相称的生命，我要活出那个尽心尽意尽力爱主的生命，我要活出那个爱人如己的生命。在这里，国王最后把这个没有预备、不谨慎，甚至不知道自己来到一个什么样的场所的人，手脚被绑起来扔在外面的黑暗里。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天国的律法是确实的，耶稣带来一个全新的国度，这个国度是有法则的，这个国度是要人的生命不仅是得救，还要得胜的，不只是相信，还要活出相信的生命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接下来耶稣就像我们之前读路加福音，被挑战纳税给凯撒的问题，被挑战复活的问题，甚至被挑战摩西律法哪一条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我们透过这些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天国邀请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为什么？因为当耶稣回答这个原来是恶意来挑战耶稣权柄的人的问题的时候，当耶稣回答他们把凯撒的东西给凯撒，把上帝的东西给上帝的时候，大家听到是十分惊奇的。甚至后来撒都该人，他们原来根本就不相信复活，他们守住摩西五经的律法，所以他们会问一个问题：一个人死后没有孩子，但是他有兄弟7人，结果大哥死了，二哥娶了这个寡嫂，就没想到二哥也死，也没有留后，然后三哥娶，然后一直下去。他们认为透过这样的方式守这个摩西五经，透过这样的方式在延续生命。然而耶稣的回答却是彻底的怎样？给他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意见。什么样的意见呢？就是我们都是活着的，而我们的上帝他也是活着的，他是活人的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撒都该人用这样的方式在表达延续生命。然而在耶稣天国的里面，这位上帝是一直活着的上帝，他所创造的人也是一直活着的。而今天我们都知道灵魂不死，这是做过实验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既然灵魂不会死，那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活在那个永恒的里面。然而如果我们活在永恒的里面，我们活在哪一个国度里面呢？我们活在哪一个制度里面呢？我们活在哪个价值观里面呢？我们活在哪一个安全感里面呢？我想今天的经文邀请我们，当这些人听到耶稣的回应非常的惊讶的时候，惊奇的时候，甚至是惊吓的时候，接下来要做的是邀请我们要来相信，邀请我们来相信耶稣，他要带领我们经历天国已然实现在我们的生命中。从第一件事情开始，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情感，用我们的意志，或者是用我们的心意，不断的来与这位主建立关系，不断的来经历这位主他的话语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愿意来回应改变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谨慎，甚至我们装备自己合乎主用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那个天国很宏大的视野。那个天国在天国八福里面写的，我们要得见上帝，我们要被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经历到上帝在这个世代里面给我们天国的福分。
所以当法利赛人他们聚集在一起，耶稣最后他不是被问，是他问回去说，你们对基督的看法怎样呢？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根据旧约来回应，就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呢。而耶稣在这时候说，那么为什么圣灵感动大卫称呼他为主呢？因为大卫有讲啊，这也是一个预言啊，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屈服在你脚下。如果大卫称他为主，基督怎么又会是大卫的子孙呢？哇，他问了一个问题，当下没有人可以回应。然而在今天的我们都知道，大卫说出来的那个未来的弥赛亚，今天这个问题，以及邀请我们一起来看见今天经文的耶稣，他已经回答了，他就是那位大卫的子孙，他也是在永恒当中。我们的神不被时间所控制、所约束、所限制，是人才会被时间限制。然后我们与这位永恒的神来连接的时候，我们也活在这天国的价值、天国的时空、天国的文化里面。恳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当我们来看些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惊奇于耶稣他话语的权柄、智慧、能力，我们不只是惊奇于耶稣基督的救恩，更多的是我们愿意相信，然后我们愿意跟上，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活人的上帝。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活人的话，那我们透过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就要全心全情全意活出爱主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透过许多我们没办法靠自己想通的问题，主啊，我们要将这些问题都交在你的手中。你的智慧，你的能力，透过我们不断的因为爱主，然后我们听你的话语，我们去行，我们不断的查验，我们不断的发现，我们不断的思考，不断的与你来互动的过程中，主，我们就在这当中，我们的生命被建立起来，是活着的生命，是永活的生命，是不断的在主里面，不只是经历到惊奇，经历到荣耀，也是经历到赐福的生命。主，你的心意是要邀请所有的人都进入在这个天国的福分当中。但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天国的实现，不是不冷不热的，也不是没有预备的，而是我们愿意每一天都活在这个经历里面，我们愿意每一天都寻求你的心意，我们愿意每一天就像耶稣所说的，全心全情全意来爱你。然后我们也透过我们实际的行动，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来表达我们愿意跟随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我们明天见。